農曆3月23日媽祖誕，路環媽祖文化村天后宮4月20日上午10時30分舉行祈福法會，祈求媽祖庇佑澳門百業興旺、政通人和、國泰民安。法會特別安排八仙賀壽等傳統文化巡遊及粵劇表演，精彩紛呈，共同紀念媽祖誕辰。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董事兼秘書長吳聯盟受訪時表示，今日農曆3月23日是媽祖1065週年誕辰。澳門媽祖信仰至今已逾500多年歷史，經已扎根澳門，是媽祖信仰最早傳播地之一。特區政府正着力推動多元文化，期望政府能更關注媽祖文化，相信有助促進多元文化和文旅發展。經多方努力下，將年終復辦作為澳門文旅品牌的澳門媽祖文化旅遊節，屆時將帶來系列優秀節目，不遺餘力地弘揚媽祖精神。近期適逢復活節假日，每日錄得約2000善信入廟參拜，廟方適時加派人手駐場，並加密專車上落班次，滿足各界需求。